伫新竹竹东的戏曲公园，昨深夜11点外，有一个太太可能是啉酒醉，躺伫涂骹困，伊的胸前阁拍一个红鞋啊，一直在哭，赶紧来通报着社会处。社会处讲，这个小宝宝无外伤，嘛真健康，可能是腹肚枵，才会一直哭。伊的爸爸已经甲接回去，那这个妈妈爱接受着调查辅导。车子哈。一个妇人人直接困伫咧涂骹，喙内阁咧细细念，详细甲看身躯顶阁有一个红鞋啊。红鞋妈妈号互附近的住户报警察来处理，发现这个妇人人敢若食烧酒醉，带囡仔直接倒伫咧公园。我们在旁边吃东西，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躺在那边嘛，就闻远远看是一个小东西一直动，然后我们就下去看，原来是一个小孩子在那边一直哭。伫咧昨暗11点外，新竹县竹东镇戏曲公园，乡代讲，这个妇人人定定伫咧夜车啊行搭，一段时间无看的人，囡仔敢若因为无食物件，一直咧哭。妇人人甚至阁对囡仔做出危险的行为，证人看到就赶紧通报。喝醉酒也怕他对小朋友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这些动作哈。所以我们会特别警惕。通报的一个幼童，我们已交由家属带回照顾。为了确保他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，那我们保护性的社工也会跟父母讨论照顾计划，同时追踪他后续的照顾情形。社会处表示，囡仔身躯顶拢无外伤，也阁真健康。妇人人若是有照顾无好的所在，就会介入调查进行辅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